我觉得其实写这本书，我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说一直强调阿帕契事件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它只是点燃那一把火的一个关键。其实那个火，或者是说那个酝酿，是已经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包括求学，包括工作时期的一些历练，都已经累积在那边。那我觉得阿帕契事件只是一个关键点。那这把火点燃之后，我觉得把很多过去那些我自私的、我任性的、我骄傲的，或者是我自以为傲的，我觉得它把它烧得一干二净。倘若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情，我那些不好的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被烧掉，我会觉得现在的我回头看是很值得的。我为什么想要写成这本书？当然，我那时候在刚出书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很多内心不踏实的声音，我会很怕大家的眼光指指点点，认为说啊你是冷饭热炒啊，在重提那些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因着这个事情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折，然后也因着这样的重新去内省我过去点点滴滴的生命经历，除了文字可以帮助我记录下来之外，我也希望带给更多人，他可能在遭遇某一种困难，一些正向的鼓励，让我发生这些事情跟激励是变得格外有意义的。只是有一次我在发公主脾气，然后就是有点在耍任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老公是有点招架不住，然后他就觉得那时候他有很多事业上的事情要伤神，所以他觉得他的感情就想要先放下，那就选择分手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是单方面的被甩啊，我觉得心有不甘，我是女神，你怎么可以甩我？可是就是一股不甘心吧，就一直想办法想要挽回感情。所以当我在挽回感情，我们又再继续交往的时候，讲白了有一点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，就两个人在一起习惯了，可是好像又不到论及婚嫁的一个状态，因为我跟他都还很年轻，所以就是在我先有了之后，我们才决定要结婚，所以结婚马上又连续生2胎，所以一切的接踵而来都让我们彼此措手不及。所以婚姻初期，我在家里带小孩嘛。我的心里有太多的不平衡，因为老公还在夜店混，然后我的女朋友也会说，今天有看到你老公，我就气得牙。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拍什么广告代言，或者是有什么演艺的工作，就觉得如果我当初听妈妈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难免声音会有很多，内心声音会有很多怨言。其实那时候的不开心，并不晓得内心深处的缘由是来自为何，但是那时候就一直用很多表象的事情去填补我的不开心，比如说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享受啦，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风花雪月的应酬场合啦，或者是我今天跑趴版面灯我灯的好大，又是一种莫名的虚荣心，就用这种东西一直盖过去。但是我并不晓得，其实内心真正那个心灵上面需要被陪伴，需要被了解，或者是我的自我形象的自卑感是需要被恢复。我不晓得其实问题是出在哪里。而且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新闻事发事件嘛，我走出桃园地检署，然后那时候很多媒体都在等候我，然后就是要等着我讲道歉声明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心里面还是不认输的哦。我虽然嘴巴上讲的致歉、对不起、90度一鞠躬，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一滴泪都不想掉。第一，我好强，我不想要世人看我笑话；然后再来，我也不想要这么快认输。所以你说我在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上面，我都可以这样子跟，更何况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哪怕是在理亏，我也不想要输。那当然，在发生阿帕契事情之后，这些过去我所拥抱的宗教，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帮上我。然后直到我接触到基督教之后，我发现，它真的带给我心灵很大安定的力量。然后很多委屈，好像上帝都知道，都会用他的爱来安慰我。所以我刚开始也就是好康道相报嘛，我就想要让老公也认识基督教，但是我老公就会觉得说，他不是不相信上帝，只是他不想要背叛他的阿弥陀佛。他说你信你的上帝，我信我的阿弥陀佛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直到他慢慢发现，奇怪，这个李倩蓉以前都是母老虎恰北北，怎么现在开始越变越温柔，甚至会主动跟他道歉。他就觉得说，你这个上帝还蛮厉害的哦，那我来试试看。所以我就带领他，我们一起走进教会。